Hello，大家好，我係 Lily，大家好，我係阿 Net。我哋終於翻嚟啦，2個禮拜又冇見大家啦，非常之掛住大家，唔知大家有冇掛住我哋呢？到你問喎，今次你上次唔俾我問喎。我又唔俾你問咩？我叫你唔好問大家有冇掛住你係嘛？係啊，但係你而家問咗，你玩失憶啊？因為我覺得太尷尬啦，即係又大家原來就係冇人掛住我哋嘅，咁就唔係幾好啦，係咪先？anyway 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係講香港嘅 case，我記得。係啊，欠咗大家2個星期啊，因為我呢2個星期都病到失咗聲啊。哦，你冇嘢啊嘛？你 OK 嘛？我而家把聲簡直係天籟。天籟，係可以唱歌，不過等陣先唱。咁呢2個星期呢，我病呢係反反覆覆嘅，完全揾唔到原因啦，又頭痛又喉嚨痛咁樣，食咗好多藥都冇用。我知有啲人呢，如果病咗好耐都冇任何醫學嘅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可能會諗到去求神問卜啦。我想問下呢，你有冇呢個祈福或者去拜神嘅習慣㗎？習慣就冇啦，不過過年即係初二嗰啲車公誕啊，嗰啲可能都會去拜下，即係行個新年運咁樣嘅。咁我呢就唔係好相信嘅，因為我自己讀科學嘅。但係我阿媽呢，就非常之相信風水啊、拜神呢啲嘢嘅，咁所以呢，我自己就都成日都接觸啦。咁我今日講呢單案呢，就係有一班人呢，佢哋係即係迷信到一個地步，係搞到自己最後係冇咗條命嘅。喺香港喎，但係咁呢單案呢，對我嚟講呢，其實係一個童年陰影嚟嘅，因為佢發生嘅時候呢，我好細個，咁我喺報紙度呢，見到啲圖片嘅時候呢，我係覺得好驚嘅，到而家呢，我自己心裏邊都仲歷歷在目咁樣咯。OK。咁啊賣咗咁耐關子，好開估啦。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喺1998年7月22號晏晝大約2點，警方呢就接報喺德福花園 T 座有一個中年婦人跳樓。警員到場之後呢，證實嗰個41歲姓姚嘅婦人呢當場死亡。警方本嚟以為呢一單係一單普通嘅自殺案啦，但喺調查期間發現呢個婦人留低咗3封遺書，內容呢都幾古怪嘅，似乎同之前同區有一單婦人失蹤案係有關，懷疑另有內情，於是呢就深入調查啦。時間翻去1998年7月21號嘅夜晚，有2個叫林春麗同埋蔡秀珍嘅中年婦人，佢哋嘅親友先後發現佢哋2個失蹤啦，於是喺第2日，亦都即係7月22號嘅朝早呢，就去到警署度報案。而去到7月23號，重案組順住調查嘅方向呢，就去到德福花園 C 座5樓嘅一個單位。呢個單位呢，其實係屬於佢哋2個嘅一個共同朋友，嗰個朋友個名呢，叫做徐順琴。由於單位冇人應門，警員呢覺得事有蹊蹺，於是呢就破門入咗屋。一入到屋呢，就發現大門嘅隔離瞓住一具女屍，呢個呢就係蔡秀珍啦。警員再向單位入邊行啦，喺廚房、廁所同埋2間睡房呢，分別都揾到一具女屍，總共係5具女屍。而5具女屍嘅死狀呢，非常之恐怖，佢哋嘅面部肌肉抽緊，牙齒緊扣，肢體扭曲，而且口吐白沫。法醫判斷呢，應該係山埃中毒。山埃呢係會令到死者因為缺氧而抽筋嘅，所以就造成當時佢哋見到嘅痛苦嘅姿態。咁經警員證實，單位裏邊嘅5具屍體分別係徐順琴、李盈熙、李盈輝、林春麗同埋蔡秀珍。林春麗同埋蔡秀珍呢，就係頭先所講失蹤嘅2個婦人啦。徐順琴、林春麗、蔡秀珍呢3個係朋友嘅關係啦。而2位姓李嘅死者呢，分別係17歲同埋15歲，佢哋2個呢係徐順琴嘅女嚟嘅。呢幾位中年嘅婦女呢，家底呢都幾豐厚嘅，特別係林春麗，佢丈夫呢當時係一間上市公司嘅主席。警方呢喺現場執到3張紙張，紙張上邊呢係寫有一啲唔如意嘅事，相信呢係3位中年嘅死者所寫嘅。而且呢，亦都發現單位嘅窗外邊呢，就掛咗一個用紅線捆綁、附有鉸剪同埋毛筆嘅圓鏡，疑似呢係風水法器。因此呢，最初係以為呢單案呢係邪教集體自殺案嚟嘅。但係呢，喺後續嘅調查入邊發現，幾個死者呢喺死之前曾經喺銀行提取過巨額嘅現金，但係呢啲款項呢，最後就唔知去咗邊。所以就認為件事好唔尋常，於是將單案轉為謀財害命嘅方向去調查，最終鎖定喺佢哋幾個嘅風水師李玉輝身上。
當時咧，李玉輝個人咧就喺內地，佢同警方講有個神秘嘅男人俾咗幾千蚊佢，要求佢喺案發當日翻去內地。佢又話咧自己咧冇旅費翻嚟香港協助調查。但係冇幾耐咧，警察就喺佢九龍城侯王道嘅住所入邊揾到死者攞現金嘅時候，綁住啲鈔票嗰個尼龍繩同埋橡筋。鑑證科咧亦都用當時一個新嘅科技波段光源機喺肇事嘅單位入邊搜證啦，最終喺一間房嘅門外邊係發現咗李玉輝嘅指紋。於是警方就鎖定李玉輝係兇手，即刻通報內地嘅公安，緝拿佢歸案。咁到底李玉輝呢個風水師係咪真係睇中咗佢哋嘅財富而謀財害命呢？咁我講少少李玉輝嘅背景先啦。佢咧本身係嚟自廣東省汕頭，自稱係一個風水大師。喺嚟到香港之後咧，佢就喺九龍城嘅住所嗰度開壇作法，幫人算命。咁好多香港人咧都好信風水噶嘛，尤其係好多有錢人啦或者做生意嘅人。咁慢慢咧，李玉輝嘅名氣咧就越嚟越大啦，吸引咗一批已婚嘅婦人祈福，就風生水起。有一日咧，佢就遇上一個大生意，就係頭先提過嘅上市公司主席太太林春麗啦。佢就帶咗兩位朋友，同樣都係有錢嘅阿太，就係另外兩位死者徐順琴同埋蔡秀珍。咁佢哋一齊就嚟到揾李玉輝算命睇風水。其中咧，徐順琴喺九龍灣德福花園 C 座有一個單位，亦都即係案發嘅單位，想阿大師李玉輝幫佢睇下風水，順便睇下可唔可以幫佢哋成家人轉運。李玉輝心裏邊諗住有單大生意上門，應該點樣可以作一筆油水呢？佢咧竟然諗到一個一勞永逸可以令到佢作一筆大錢嘅方法。佢咧就擺出一個大師咁嘅樣啦，向佢哋三個講自己咧可以升壇作法，幫佢哋祈福，等佢哋事事順利，添福添壽。咁但係作法嘅費用咧都唔少嘅，係要按佢哋嘅年齡去計。咁每一歲咧就交1萬。林春麗、蔡秀珍、徐順琴分別係49、45同埋41歲，所以咧佢哋總共就交咗135萬港幣俾李玉輝。1998年嘅135萬係咩概念呢？咁我睇過下嘅135萬咧，大約喺當年咧就可以買到半層喺德福花園600零尺嘅單位，其實都係一個唔細嘅數目嚟嘅。祈福嘅錢就準備好啦，就要開始作法啦。去到1998年7月21號就係作法嘅日子。三個中年嘅婦人呢，就連同徐順琴嘅兩個女去到事發嘅單位。喺嗰度咧，李玉輝就搞咗個神壇，準備要進行法事。佢咧就叫呢三個想改運嘅婦人喺紙上面寫低一啲唔如意嘅事。儀式正式開始之後咧，李玉輝叫佢哋唔同嘅人咧去到唔同嘅房，就飲佢特別加持過嘅符水啦。佢就話啦，喺作法之後咧，佢哋喺紙上面所寫一切唔如意嘅事都會消失噶啦。5個人咧就馬上飲咗符水，估唔到咧呢個符水嘅功效咧嚟得好快好急。佢5個咧係即刻倒喺地上，好痛苦咁樣掙扎，冇幾耐咧就一命嗚呼啦。正如李玉輝所講啦，唔如意嘅事咧，的確係隨住佢哋嘅性命一併消失咗嘅。到底喺寫紙嘅時候發生咗咩事呢？原來喺3個人寫紙嘅時候咧，李玉輝喺事先準備嘅符水裏邊咧，已經偷偷咁樣加入咗俗稱山埃嘅氰化物毒物。佢事前咧同汕頭一個電鍍廠嘅朋友講，佢係要清理魚池，所以就攞咗啲毒物。一早咧就打算要利用今次嘅作法去謀財害命，並且咧係帶走所有供奉嘅錢財，不留活口。佢要3個婦人寫紙咧，其實係愛嚟扮成遺書，又留低古怪嘅法器，目的咧係想製造一個邪教自殺嘅假象。佢即晚咧已經帶住呢100幾萬嘅現金咧，係經羅湖潛逃翻去內地。跟住咧，佢將呢筆現金咧分成2個部分，一部分咧就先藏喺佢表妹姚素娟屋企嘅花盆底。咁邊個係姚素娟呢？就係一開頭喺德福花園 T 座跳樓嘅嗰位女死者啦。而另一部分嘅現金咧，就由佢同佢女朋友帶翻去汕頭換成人民幣，再用其他人嘅名義咧存入唔同嘅銀行。
喺處理咗呢筆贓款之後呢，李育輝再轉到去湖北省，分別曾經喺佢嘅女朋友同埋佢朋友屋企就匿埋。最終係1998年9月15號，李育輝呢就喺湖北佢朋友嘅屋企落網，贓款全數被起回。因為咧李育輝喺內地落網啦，呢單案呢係交由內地嘅公安機關審訊嘅。有指咧李育輝喺庭上面咧係一啲悔意都冇㗎，仲好囂張咁話咧，雖然自己咧係得小二嘅教育程度啦，但係咧就可以欺騙到有文化嘅香港人。又指責咧只係幾位死者太蠢先會咎由自取嘅啫。去到1999年嘅3月23號，汕頭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同埋搶劫罪判處李育輝死刑，但係李育輝咧係一審之後上訴嘅。而去到4月20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呢係維持李育輝嘅死刑判決。由於當時最高人民法院呢係下放咗死刑授權，所以李育輝喺判決當日呢係即日被槍決。咁我頭先提過呢單案呢係我嘅童年陰影嚟㗎嘛，就係因為細細個嘅時候呢，喺報紙上面見到嗰個窗口掛住嘅法器，我到而家都覺得有少少好得人驚嘅感覺。因為你屋企都有一個。又唔係嘅，但係因為我媽好中意拜神啊嘛，咁我就會將呢啲法器聯想埋一齊咯。即係你驚呢啲事有一日會發生喺你身上。咁又應該未去到咁嘅程度嘅。咁再加埋最近呢，因為我工作嘅關係呢，我就有機會去到德福花園，即係第一次真係上去。係。咁我就係又諗起呢單案係咪？係啊，其實呢，因為每一次經過佢個走廊呢，都覺得比較暗啲，咁我就會不其然諗起呢單案有啲驚咯。OK，I see。其實咧，我有啲疑問嘅。首先，其實我想問下點解其中一個女死者徐順琴要帶埋佢兩個10幾歲嘅女上去呢？作為一個過來人，我諗我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因為我媽有時去拜神呢，都會帶埋我一齊去嘅。即係一定要一齊去嘅。又唔係話一定要去嘅，但係佢相信呢樣嘢係好㗎嘛，咁所以佢會想分埋俾我咯。哦，咁又係。咁嗰兩個後生啲嘅女死者都係10幾歲，都真係一個阿媽叫就會聽嘅年紀嚟嘅。咁我覺得佢哋係好無辜咯，真係。同埋我諗當時因為大女呢係啱啱準備考緊會考啊，咁所以阿媽可能就順便幫佢祈求埋學業方面嘅嘢咯。同埋我仲有樣嘢諗唔通呢，就係既然佢錢都到手咯，佢都已經攞咗佢哋啲錢去幫佢哋做呢一場即係風水法事咁樣啦，咁完咗佢咪攞錢走咯？點解佢會殺咗佢哋呢？要我諗可能你誤會咗啦，呢筆錢呢唔係俾李育輝愛嚟做風水法事嘅，即係唔係好似酬勞咁樣嘅，佢只係呢愛嚟做一個叫做類似祭品咯。我諗係一個媒介嚟嘅，所以呢，佢哋3個應該係以為做完法事之後呢筆錢呢係可以攞翻嘅，但係李育輝就唔係咁諗嘅，佢係一早已經諗住呢係要殺人，然之後將呢筆錢攞走嘅。哦，咁我真係誤會咗啦，因為我係以為佢叫佢哋各人按自己嘅歲數去攞呢筆錢作為佢呢一個作法呢個法事嘅一個奉獻嚟嘅。如果係咁，我真係完全唔明點解佢會係一諗就諗到謀財害命呢一步咯。其實揾得佢去做一場咁大嘅法事嘅人啊，都一定係好相信佢噶嘛。咁應該我覺得只要佢落多啲嘴頭，又或者即係總之係巧立一啲名目啦，都應該可以即係可能未必一次過嘅，但係可能可以呢度又做啲法事，嗰度又做啲法事，作為一個酬勞回報。咁係我覺得佢哋都會心甘情願咁樣俾咯，而唔需要行到去謀財害命呢一步咯。我認同啊，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兇手李育輝係一個不折不扣壞咗嘅人，因為佢係從頭到尾都諗住最快嘅方法可以攞到最大筆嘅利益。咁真係只能夠講句喪心病狂，一嚟就諗住置人於死地。所以我覺得咧，佢最後喺大陸被槍斃咧，完全係罪有應得抵死嘅。因為如果咧佢喺香港落網咧，佢係唔使死嘅，佢最多都係終身監禁嘅啫。但係佢就懶醒啊嘛，以為走去內地就唔使負責任，點知最後就喺內地落網，內地受審，然之後受刑。咁我想問下你呢，你信唔信風水嘅？如果有人話幫你屋企睇下風水，你會唔會 OK 呢？收百幾萬唔 OK？我印象中上門去做一啲風水服務呢，都係收得比較貴嘅。咁
我冇咁嘅錢啦，一嚟，二嚟其實我會反而係可能唔想知比較多。因為其實譬如一間屋嘅坐向啊、個方位嗰啲咧，其實冇得改噶嘛。咁如果你揾人上嚟睇，然之後同你講啊，你間屋嘅坐向唔係幾好喎，你可能西斜喎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已經住落咗啦，咁你又改變唔到啲咩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個心會成日凝住咯。咁如果我喺度住落，咁我覺得冇乜太大嘅問題。咁我覺得就算啦，唔想知啊，即係唔知好過知啦咁樣樣咯。即係最緊要自己心安理得係嘛？冇錯啦。個人經驗分享下啦，咁我阿媽就真係好信呢啲嘢嘅，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阿風水先生永遠講啲嘢咧都係好嘅喎。即係佢哋好識捉心理，硬係就會俾啲好嘅説話你聽咯。我媽成日同我講，你今年咧就有啲咁樣嘅好嘅嘢會發生啦，咁樣咯。哦，其實呢一個咧，我覺得可以用一個心理學嘅角度去解釋嘅喎，係有樣嘢叫做自我實現啊嘛。係啦，即係譬如如果你媽同你講話，你會嚟緊考100分㗎啦，咁樣，咁然之後可能你心裏面就一路諗住呢樣嘢，咁然之後再加你自己少少行動，咁可能你最後真係實現咗呢樣嘢，咁但係咧喺你阿媽嘅角度就覺得嗱，好準啊，風水師傅好準啊，佢話你會係100分咁樣，但其實係因為你自己努力咗嗰樣嘢。所以我就係覺得，因為呢個原因，我自己就唔係好相信，因為有乜可能成日都係好嘢㗎？講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最近都已經覺得棘棘地，唔係好如意啦。咁但係有冇嘅？我覺得其實你俾得錢去買佢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咁講真啦，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你都識做，講翻啲好嘅説話，等佢開心，咁佢開心時你又開心，我覺得其實又冇壞嘅。你頭先講到就話呢排自己棘棘地啦，咁好多時候就係一啲咁嘅軟弱嘅時間呢，有啲人就會去求神問卜啦。不過我自己就覺得點解呢3位中年嘅婦人已經生活過得都咁唔錯，佢哋仲想有個期望就係要再好啲呢？因為人嘅慾望就係無窮無盡咯，就算你有100萬，你都會想有1000萬。到你有1000萬嘅時候，你就想要1億咁樣。啱啊，但係我暫時100萬都夠噶啦。咁你頭先就話自己如果喺風水先生嗰度知道啲唔好嘅信息，就會迎住間屋有啲嘢噶嘛。係。咁你點樣睇凶宅呢件事呢？你搬屋之前會唔會去做啲資料搜集，睇下嗰個單位或者係附近會唔會有凶宅呢？如果係自己嘅單位，一定會呢樣嘢我都做過嘅，即係 at least 自己一定要上網，因為其實我知而家有啲網你可以 check 到你嚟緊想買或者想租嗰個單位係有冇曾經發生過事故啦咁樣樣。咁一嚟自己 check 咗先啦，二嚟當然我覺得地產公司都一定要 check 㗎啦呢啲。咁我諗大部分人如果可以揀嘅情況底下，都希望盡量避開嘅。雖然百無禁忌，咁但係始終衣食住行係最基本同埋最必要嘅嘢嚟㗎嘛。你當然係有得揀嘅情況底下，會想盡量係做到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揀到最好咁樣樣咯。咁如果冇得揀呢，可能一啲經濟嘅考慮，因為據我所知咧，好多時呢啲凶宅啦，特別係可能係案發嘅單位啦，佢事後係被稱為超級凶宅嘅。呢啲單位咧係會比市價咧會低一截嘅喎。你會唔會因為經濟嘅考慮而去住凶宅，或者你夠唔夠膽住呢？我講先，我就一定唔敢嘅。你睇我以上講嘅嘢，就知我係一個好驚青嘅人，即係我行過走廊稍為暗啲我都好驚嘅。我係一定唔 OK，哪怕係隔離左右有呢，我都覺得成日迎住我唔 OK。你會唔會因為價錢而選擇一個凶宅呢？唔會，都係嗰句啦。雖然係百無禁忌，但係就係唔想成日迎住咯。即係你住落，如果成日都令你胡思亂想，咁其實有咩謂呢？你個人散發出嚟個 energy 都唔好啦，都未必係關間屋事啊。可能係你成日係胡思亂想啊，迎住有嘢嘅時候呢，你自己個思緒會好混亂，可以話係自己嚇自己。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個人係對呢樣嘢有保留嘅話，就唔好因為價錢平好多而去逼自己去接受咯。因為我覺得其實有陣時真係未必係間屋
嘅問題嚟㗎。講真，即係反而係因為你自己可能成日諗住嗰樣嘢胡思亂想，影響咗自己嘅情緒，影響咗自己嘅判斷，然之後調翻轉你就去將呢樣嘢可能諗翻會唔會係關間屋事呢？咁樣其實就係我覺得有陣時反而係自己嘅諗法去影響得比較多咯。所以呢啲嘢真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咁我哋兩個呢啲冇膽鬼就梗係唔好去試啦。咁但係我知道有啲人咧真係好大膽，佢哋覺得唔介意呢件事嘅，即係唔介意住凶宅呢件事。咁其實我好好奇有冇聽眾會係有啲咁嘅經歷，我係想聽下大家分享下咯。即係如果大家有曾經住過或者係諗過去住嘅，會唔會可以分享下俾我哋知道下呢個世界原來有啲人係咁大膽嘅？OK，咁今集啊短短地啦，咁我哋咧都有睇大家 comment 嘅，咁啊收到大家有聽眾嘅 comment 咧，就話想聽上一集咧，Annette 有輕輕提過到嘅係香港一單關於魔鬼保姆嘅 case 嚟嘅，咁啊我哋就順應民意啊，咁啊我哋下一集都繼續係香港，咁啊就講下呢單 case 啦，因為下一集就係我講啦。所以大家有啲咩想聽嘅 case 咧，都可以繼續留言嘅，睇 Lily 就好快回應到大家嘅需求啦。Annette 都會嘅，放心。咁我哋今集咧就到呢度啦，下一集再見，拜拜。拜拜。